心，因我知道有时我能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好，我们来练回应诗，在你呼召之地。我们要练回应诗，在你呼召之地。这样子，对，你还是要唱大声一点。你们每个人都要自己先试音，每一个都要自己试。好 ，test， 一二 ，test， 一二，好，这样子，对，这样比较有精神。Test 1 2 Test 1 2。这一首歌的话，哈，它是从头，它是2节唱过之后 Test 1 2。你试了吗？有。1 2不是1 2 1 2 1 2 Test 1 2 OK， 我的可以。2的音。2 1 2 Test。OK， 这一首歌哈，音乐里面是2节唱过一遍之后，又再唱第2节，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叫论曲吗？不论曲吗？然后再那个 B 段。你是说全部唱完一遍？哎，不，第一就是前面2节唱完，接不律曲是这个，那是最后面唱。对，然后再回来唱副歌。对，那我们要这样子吗？不用吧，有点。我们练 OK 了，要看那个建语怎么带。建语的你的那个回应诗要怎么带？对，在你呼召之地。你要练哦。好，那你练一下。要不要一起来练？对，你可能要这首歌不好唱哦。在你呼召之地。对，好来，那我们就完全照音乐里面的嘛。好。温柔的主圣灵，我的心注视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主赐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真爱。你主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在我手中的每
脚步，我所到的每个角落，在那地我要敬拜。在我所走的每个脚步，我所到的每个角落，在那地我要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他的最后面的副歌，第二次就渐慢调，就变慢。最后的一个副歌就变慢。副歌就在你呼召之地，我们那个 bridge 唱完不是唱副歌吗？两次，第一次就是正常，第二次就是要放慢，慢渐慢慢调。好，第一次正常，第二次放慢。所以副歌是唱两次还是？副歌要唱两次。就是看，那个就等一下看建宇怎么带。对，那就让建宇来。我们又没有，我们只是练而已啦。对对对，这个等一下单跟我们都没关系。回应师是他，是他带。可是领诗不是领诗就看他。对啊，就是看我们是看你啊，看你怎么领啊，我们是跟着你啊。没有，那时候是在楼下面唱，我们不是在上面。领诗不是在楼上。回应师我知道，那个是建宇他带的。那我们讲说领诗的时候，我们是在台上，我们要看你啊，对，是看你怎么带。他接过去了，他看你他，所以你的副歌要一次两次。大家一起来练哦，所以现在练回应诗就可以了。现在是要那有2首，在呼召之地，还有那个生命的，是我生命的粮。那不用练，那就练这一首。好，那建宇，现在不用，现在他在下面就好。哦，回应诗在你在上面。哦，那我懂了。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练习回应诗。好，来。温柔的主圣灵，我的心注视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主赐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真爱。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在我所走的每个脚步，我所到的每个角落，在那地我要敬拜。
脚步，我所到的每个角落，在那地我要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到殿中，要来朝见神的面。阿门。我们这时候请起立，我们要以感谢进入神的门，以赞美进入神的院，因为在神的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们要来献上全心全人敬拜赞美主，愿主的荣耀大大的降临在我们中间，并且悦纳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全心赞美，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我们要给主最大的掌声，最大的欢呼。哈利路亚！因为知道向主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知道向主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这时候愿你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住在你里面。感谢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为宝贵为尊贵，是你所爱的儿女。谢谢你应许我们要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人生的道路。
你要住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难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惧怕战兢，我必要伸手帮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牵住你的手。你在幕腹中，我已提名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你要住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难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惧怕战兢，我必要伸手帮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牵住你的手。你在幕腹中，我已提名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主啊，更深的住在我们里面，你要住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难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惧怕战兢，我必要伸手帮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牵住你的手。你在幕腹中，我已提名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举起我们的双手。你在幕腹中，我已提名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我是爱你的神，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亲爱的天父，我们能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何等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是我们的一切所有，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
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解救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主上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主啊，我们需要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举起我们的手，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主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主荣耀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这时候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仰望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天父。这时候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或对家人朋友的负担都带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祈求，相信天父现在正侧耳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并且要按着他的美意成就一切，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谢谢，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以色列人，求你圣灵永远主啊，你是圣洁的主啊，你施下，主你在起我的生命，复兴着我主啊，主啊，你出来使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单单的去拣选我们，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把我妈妈的身体充满的家的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主啊，助，赐下那个平安喜乐的心在他的里面，天天真实的经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再举起我们的手，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们闭上眼睛，安静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慈爱永远长存。你的爱满有恩典与怜悯，不离不弃，永不止息。我们可以用什么来回报你对我们的爱呢？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你，并且要能够爱人如己。愿你的爱这时候再来浇灌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爱的导管，活出爱的生命，能够引人归向你，荣耀你自己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再次将荣耀的掌声归给主，哈利路亚！唯有他配得，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请坐下。欢呼！
歌颂他的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为主神圣共同的教会谦卑恳求，让教会充满真理及和平以及爱。若有腐坏的所在，求主更新；若有错误的所在，求主改正；若有过失的所在，求主改善；若有欠缺的所在，求主补足；若有分裂的所在，求主联合；若有公义的事情，求主加强公义。疼爱我们的主，你爱我们，你喜欢我们，你喜爱我们，天天欢喜。无助的祷告，凡事感谢。你有主权决定你的旨意，总是因为你的爱及恩典，有容许你的儿女来表达我们的心意，有特权参与在你所要做的决定事情里。求你使我们有开放、顺服、感恩以及疼爱的心。求你接纳有合你旨意的应允。全能的上帝，愿你全能的神改造我们，温柔的神，求你引导我们，恩典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事的敬拜里，从现在到永远。在此也特别为了9月10号150周年社区音乐会来祷告，愿创造主上帝的启示，助我们看出宇宙万物的美妙，感受造化活命的律动。求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满满的爱，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以爱来激励人，用每一种不一样的音乐、艺术、舞蹈及才能来表达出更丰盛的生命活力。有愿神圣的感动，让我们时常的赞美、宣扬、见证主。我们用爱来疼邻舍，我们用爱来归向荣光三位一体的上帝。也愿今日的敬拜，愿主接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是今天的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我来读，弟兄姐妹大家来听。约翰福音21章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16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以上。接下来是正道。今天宜坚牧师所要讲的正道是爱主的心志。我将时间交给宜坚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用喜乐、感谢的心进入到神的圣殿。大家此时心里有没有充满着喜乐啊？哇，充满到哪里？有没有满意？好，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当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有喜乐。然后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互道一个平安啊，愿你喜乐，愿你平安。当我们的嘴巴能够讲出，好，能够宣告，我们的话语就是个力量，讲出来就是一个力量，讲出来，神就按照我们所说的话来成就。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神你是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成为爱的一个见证人，让我们爱主的心志，随着我们的年龄，随着我们信仰越多的认识你，我们更加坚定，有这样的爱主的心志，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更扎根，有根有基，也能够越发的丰盛，让我们爱主的力量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在爱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主你要我们能够爱人如己，也能够爱教会，让我们充满着喜乐平安，在我们这个有爱的这个连结的关系里面。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句话这样说上帝是爱，倘若人离开了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去爱和被爱。当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创造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就是人有爱的感情。这个爱让我们学习能够如何去爱人，也能够学习如何被爱。在爱的关系里面，当对方有所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特别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我们看见当一个孩子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成长，那他也是一个有爱的人。在北欧最古老的有一个大学，一个乌普萨拉大学，它里面有一个附设的儿童医院。那在这个医院里面有一位爱德华教授，他认为父母的体温要比保温箱的温控来得更天然、更稳定。父母肌肤的接触，父母对孩子肌肤的接触，会使得早产儿的呼吸更加的顺畅，体重也能够更稳定的上升，也能够安抚婴儿的这个情绪。所以这个科技资讯的发达，网络媒体的这些的进步，其实都没有办法取代人性之间那个温暖的爱跟关怀。所以科技在发达，人类一直在追求机器网络所带来的便利，但是却永远无法符合人类他在生命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人需要爱跟关怀。那这也是一个孩子，特别对于早产儿他最需要的。所以家人的温暖是任何人工的智慧机器都无法模拟的。曾经有一家医院，他做了一个实验，有2组的实验。好，这2组是针对生病的小孩，把它分作 A 组跟 B 组。A 组的孩子呢，他们有家人的关怀，有朋友温暖的这些的祝福，常常去医院探望他，鼓励他。那 B 组的小孩怎么样？是没有人理会的孩子，是被孤立的，是被好像被遗弃的。那 A 组跟 B 组，我们想哪一组的复原会比较快，会比较好呢？到底是 A 组有爱的，还是 B 组没有爱的？你认为呢？来，觉得是 A 组复原的比较好的，请举手。
感谢主。所以，一个常常被赞美的孩子，被爱、被疼爱、被关怀的孩子，他自然在他的生命能量里面，会很自然的展现出自信、勇敢、明亮、快乐、积极、正面。那一个常常被责骂、高度要求、压抑的孩子，他会怎么样？他就显得退缩、忧愁、忧郁、消极、负面。所以，当许多人在感受到爱的过程里面，他生命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改变，也产生了新的力量。因为爱就是一股力量，可以医治人的心。曾经，当我们在当传道的时候，在国境之南，在车城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偏乡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弱势的家庭的孩子。那初期我们在牧会的时候，关心了很多外配的家庭。那有一个家庭遇到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妈妈是菲律宾人。那在孩子的阶段成长到国小高年级的时候，结果这个妈妈做了一个很不好的决定，就是她离开这个家庭，北上到往北来工作，就丢弃了3个孩子在这个偏乡的地方。结果这个孩子最小的孩子那时候是国小6年级，在那个时候因为妈妈的离开，带给这个孩子很大的一个伤害。他不想去学校，然后他肚子会痛，他很忧郁。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青春的孩子在很快乐的儿童时期，为什么他会忧郁呢？为什么他会产生很负面的想法？小孩子不是都很自然很快乐吗？但是当他感受到妈妈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心是非常的痛，他说不出来的痛，所以就反映出他肚子痛，然后他不想去学校。所以在那个时候，教会就伸出爱的双手，安抚他，陪伴他，让他慢慢能够比较有情绪稳定。所以认识神，当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这个爱。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爱，我们就可以体会，可以拥有，而活出上帝的爱。所以上帝就是爱。我们从最基本的，我们要认识，认识之后我们会有感受，然后我们会体会，慢慢的我们在经历了越多，我们就可以拥有越多神的爱，我们就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去分享，然后把它活出来，不用刻意，我们就自然的活出来。上帝就是爱，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有一首短歌这样说：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从哪里来？从神而来。亲爱的，让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因为爱从哪里来？从神而来。从人而来的爱是很有限，唯有从神而来的爱能够填补我们的空虚。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让我们一起唱。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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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帝，这是圣经所讲的话，金句。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就从神而来。这是我从小在主日学所唱的歌，所以你看，一首短短的歌深烙在我的心中数十年。
在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36节，这段经文讲了耶稣的怜悯。我们要体会到神的爱，就从我们体会到耶稣怎么怜悯我们，怎么爱我们。这段经文这样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然后他也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也医治了各样的病症。当他看见许多的人，耶稣首先有一个感情出现，就是耶稣怜悯他们。为什么要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耶稣也怜悯我们，他把我们宝宝在他的怀抱，招聚了我们来到这个肢体，来到神的家，来到神的教会。在这个地方他要牧养我们。所以怜悯心是一个人要产生一个爱，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情感。以前我听过我一个印度的教授，在台南神学院有一个印度的教授，他讲了一件事。他说什么是怜悯？怜悯就是有一件事情，一件很震撼你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的心会被震动。好，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话语形容人说：“啊，你是冷血动物哦。”我们知道上帝当他要改变我们的心的时候，圣经有讲，他要把我们原本石头心、顽固心，他要把我们变成什么心？肉的心。你的肉会不会痛？用针刺你，你会不会痛？所以怜悯心就是好像有震动到你的心，你听到了一则会让你流眼泪的，不管是事件、故事，或是一件事情，你的心，我们说 impact 会冲击到你，以至于你会同感深受。以前我在台南神学院有印度的朋友，那我们常常会分享我们国家之间的民情。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在我们印度有很多贫穷的人，那常常会有乞讨的人来到不同的家庭，那常常他们都会准备一些的饭，他们家里吃完，在吃的时候，他们都会帮这个在乞讨的人准备了一道菜或一碗饭，预留给来到他们家中在祈祷的人，给他们有饭吃。或许在台湾，我们丰衣足食，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当我们没有一顿饭可以吃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饿。这在很多国家确实有这样的非常困苦的人。那耶稣他也医好2个瞎子，在马太福音20章29到34节讲到，有2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耶稣要经过，这2个瞎子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在那时候，众人就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许作声。但是他们越发怎么样？越发喊出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在那个时候，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对这2个瞎子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怎么说？他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34节经文这样说，耶稣就动了慈心。耶稣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在这个地方，当耶稣看见病痛困苦的人，生病可怜的人，耶稣动了慈心。不是只有动慈心，他还有行动，就是把他们的眼睛摸一摸。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爱，爱不是一个嘴巴的承诺，不是一个头脑上的想法，爱是一个行动。今天这段经文，耶稣连续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耶稣不只是问彼得，今天耶稣也要问在座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要这样问：
你爱我吗？我们爱耶稣吗？我想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亲自来回答。当耶稣站到我们面前问我们的时候，当他问你爱我吗？你要怎么回答耶稣？当我们向耶稣告白我们对他的爱，下一个决定决心要来一天比一天更爱耶稣，我想当这样的时刻来临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灵性也将得到一个新的转变。当耶稣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胜过这些吗？这些到底是在说什么？你爱我胜过这些吗？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渔夫，所以这些有可能是指曾经和彼得一起捕鱼的人。这些也有可能是指彼得的渔船，彼得所捕的渔网，也就是他谋生的工具。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想要确定彼得的心，所以他问了彼得，你爱我胜过这些吗？你爱我胜过这些人事物吗？彼得怎么回答？第一次他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听了这个回答，耶稣就说，那你牧养我的羊。彼得以为耶稣的问题就这样结束了，但耶稣继续问第二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还没有罢休，还有第三次，耶稣继续问彼得，你爱我胜过这些吗？经文说，彼得就忧愁了。当彼得被耶稣再问到3次，其实他心开始不安了。耶稣，我爱你这样还不够吗？我很爱你呀。但是耶稣为什么要一直去冲撞他的心呢？所以这个话是要彼得自己反省，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呢？渔船呢？或是渔网？还是耶稣呢？透过这个问答，耶稣要彼得重新立下爱主的心志。有一句话这样说，信仰可以有感觉进入，但是不可以建立在感觉之上。来，我们一起读这一段话。信仰可以有感觉进入，但是不可以建立在感觉之上。有些人信主的过程，一开始觉得哇，基督徒很好啊，很有爱心。那教会的氛围啊，很有爱，就像一个家庭。那教会的礼拜，让我们感觉很温暖，很好啊。可是当他踏进教会之后，他才发现哇，怎么原来有信主之后也会遇到痛苦苦难，我也会生病哦。圣经不是有讲吗？在这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他没有说你信了我之后，我保证你一帆风顺，四平八稳，人生你要得什么，你跟我求，就什么都有。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这样的地方来应许我们什么都可以照我们心所愿。反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一样有苦难。所以信仰初期或许我们觉得感觉很好，但是上帝一开始或许给我们牛奶喝，但是慢慢他要训练我们长大，会硬的饭给我们吃。我们信仰要经过操练，经过历练，经过各样的经验来磨塑我们。在越苦的当中，我们更是要坚强倚靠主。所以爱主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也不是头脑上的想法，也不是一种感觉感受情绪。爱主是意志上的坚定决定，是一种由内而外彻底翻转出一个
不让圣灵担忧的生活方式跟行为模式。爱主就是愿意从自己身上有所割舍跟付出。所以当耶稣连续3次问了彼得，你爱我吗？我们可以想象被问到这个彼得的心是越来越不安。那为什么耶稣要连续问3次呢？难道彼得爱主的心跟表现还不够吗？2个原因。主耶稣透过问彼得这个爱主的问题，我想他同时也在医治彼得的心。彼得曾经几次否认主？3次。但是在这3次之前，彼得其实是很有自信，也很肯定的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下生命的。言下之意就是彼得他觉得他自己爱主爱得很深。但是当彼得遇到真正要为主舍命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彼得却怎么样？想要保全自己的生命，临阵脱逃，他否认了主。其实当一个人否认主不认主，那是更痛苦的不是吗？有一个故事这样说，这个故事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被震撼到。这个故事意思就是在讲，在一个村庄里面，在那个时候他们这个村庄被统治，然后被要求你要对这个天皇对这个国王或是长官来效忠。但是村庄有很多是基督徒，那在效忠的方式怎么表明？就是说这个官长就拿了耶稣的一幅画在地上，要你踏过去。如果你爱主的人，你就不敢踏，那你就怎么样？你就必死无疑，你就要被处罚。所以这个长官他就在地上放了一幅耶稣的像，然后这个村民就排队，从大人排到小孩、青少年、小孩，每一个一个排队上前来。你有没有认识这位耶稣？你爱不爱他？其实这村庄很多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他伪装了，他说我不认识他，就踩过去了。好，来你这一堆，第2个再来，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你爱不爱他？我不爱他，踩过去。好，放你一马。就连续了好多成人陆续践踏了耶稣的相片，直到最后有一个小孩子，他来到了这个长官的面前，他没有踏过去，他把这一幅耶稣的像捡起来，把它擦干净。他说，这是我从小在主日学所听到的这一位神是爱我的神，我怎么可以把它践踏过去呢？他把耶稣的像拿起来亲吻，擦干净之后，你是爱我的神。结果这长官说，哇，这一群人其实是不效忠的，你们反而是背叛的。这一群人怎么样？关到监牢里面去，只有这个小孩子通过，因为他是一位忠诚的人。各位，如果我们是里面的一员，你是这些成人呢，还是你会是那一个小孩子？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爱耶稣爱到什么样的程度？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当我们受到权力欲望在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谁？你要选择哪一样？所以人不认主、否认主的方式，不是只有嘴巴否认才叫做不认主。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都有可能一不小心，我们就不认主，我们就否认主。有时候在我们的思想、行为、言语、举止，所以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是否一直保持着爱主的初衷呢？第一个是医治彼得的心。第二，主耶稣透过问彼得爱主的问题，要来恢复彼得的使徒职分。主耶稣拣选彼得成为他的学生，是有福音的目的跟使命。主耶稣也曾经对彼得说，我要让你得人如什么？如得鱼。
那经文中，耶稣也对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起外因我讲。”所以牧养主的羊，这是使徒一个很重要的职分。虽然彼得曾经否认主，但是主耶稣透过“你爱我吗”这样的问题，来医治彼得的心，也让彼得知道主耶稣仍然爱他，也引导彼得回到起初他那爱主的心志。我们都是主的羊群，主也会将我们这一群羊群交给爱主的人来带领。我想在教会当值的服侍的人，有长老，有执事，也有团契的会长、干部、辅导、主日学的校长、老师、同工、圣歌队等等，我们都用爱心来服侍，也设立一个爱的榜样。今天上帝将这些羊群，有小朋友，有青少年、中壮年、松年、老人，交托给了我们。我们学习用耶稣的爱来爱这些羊群。圣经说，不是辖制，不是权威，而是爱。有一段话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他说：“我去到教堂，我以为可以在那里找到耶稣。结果我却发现耶稣不在那里，他在那些需要被服侍的人群里。”各位，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在做一件事情，特别有时候当我们有服侍的这个工作内容，我们不是来做一件事，我们来这边是单单的要来服侍人群。透过这一个服侍的工作项目，我们在里面跟人建立了平衡的关系跟垂直的关系，也就是十字架的关系。所以这个小故事，这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语，讲到有一个人他到教堂，他觉得教会里面就是有耶稣，耶稣就在圣殿里面，可是他发现耶稣不在那里嘞。耶稣会在哪里啊？耶稣在那些需要被服侍的人里面。有一首诗，我们一起来读：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或遭敌对，或遭误会，主啊，我心爱你。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主啊，我心爱你。无处可栖，无事可依，主啊，我心爱你。家人离弃，朋友嘲讥，主啊，我心爱你。吞声忍气，默默受欺，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非常难的境界，海枯石烂，还要衣不蔽体，食不充饥，还要被人离弃，被朋友嘲讥，没有地方住，没有势力可依靠，被敌对，被误会，我们都要吞气忍声，还要依然爱主，多么的困难。这一首诗是一位赵君颖牧师，一个韩国牧师，当他的生命生活陷入一个很困难的处境当中，他所写的，表达出不管在任何环境，他都要爱主。我想基督徒拥有真实爱主的心志，是不会受到环境动摇的。一个真实爱主的信徒，也会很自然的表露出爱的心思行动。他会爱人、爱教会，甚至怎么样？爱牧者。要怎么爱牧者？牧者也是人哦，也是需要爱。牧者也有不足，也有软弱，也有有限。爱牧者，就是可以扶持牧者的软弱，帮助他成为好的同工。爱牧者，就是不要让牧者担忧烦恼。一样爱上帝，爱教会，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在我们泸州教会有很多爱牧者的人，我们感谢上帝，因着爱牧者，
他也会爱教会，也会爱人。此时也让我们来问自己的心：我爱主吗？进一步来问：我爱主胜过这些吗？这些或许在指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有金钱，我们有财富，我们有权势，我们有学历，我们有知识，我们有工作，我们有才能恩赐。我们看重这些更胜于看重上帝吗？还是这些的东西我们愿意奉献给主，我们愿意建造教会，让这些成为建造上帝肢体一个美好的材料。我们来问自己的心：我爱主胜过这些吗？爱主就是愿意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有所割舍与付出。我们要从觉得痛到觉得不痛，到觉得拿出来奉献出来，从你本来觉得痛到觉得不痛。爱主就是这样子，常常在挑战我们本来从为自己而活，到我们愿意为主而活，到我们抓紧一切只为了自己，到你愿意放弃这一些来成就神的事工，到你只想到自己，体贴自己的软弱，体贴自己的需要，但你会后来学习到你要体贴主的心意，体贴教会的心意，体贴教会的使命。为了教会的使命，你也愿意在当中舍下自己，不管是时间、金钱、恩赐、才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你问了彼得：你爱我吗？3次的里面，到了最后，彼得的心忧愁，因为主啊，他的心还有所保留。主，当你不断在激励我们、问我们的时候，主啊，或许我们的心到最后也是不安、忧愁，因为主，我们仍为自己有所保留。主再次帮助我们爱主，爱到我们的心愿意为主你来割舍，愿意为主你来舍下，愿意由主来掌权居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此时恳求你的圣灵流动在我们的里面，来告诉我们，来教导我们如何来爱主的心志，一日比一日更坚定更强。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我们在哪里是不足的，是不够的。主，有时候我们很想爱你，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阻碍。恳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来突破，成为一个愿意为主而活的神你所爱的儿女。再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赐下那丰盛的恩典，赐下那源源不绝这样的一个赏赐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为主的时候，主，我们其实不是牺牲，也不是失去，我们反而得到更多。因为主，你的话告诉我们，那愿意为你舍下的，你要给他的更多，那有的凡有的，你必更多的加添。主，让我们再次用信心来依靠你，在我们不足的，主，你继续的加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富足有余的，在灵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以至于当我们在服侍你，在为主你奉献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疑虑的，我们是没有忧愁的，乃是喜乐充满，平安充满。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应诗，在你呼召之地，请起立。
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能，使我心感到真爱，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在你所走的每个脚步，我走到的每个角落，在那地我要敬拜，在我所走的每个脚步，我走到的每个角落，在那地我要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请坐。接下来是奉献，请奉献的同工准备。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一生爱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金句。金句在周报的正下方，我们国语来读2遍，请。若有人爱神，这人仍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书8章3节。接下来我来做简单的报告及介绍新朋友，有新朋友吗？没有哈，好，那我来简单报告本会消息。那今天楼下有在做那个个人布道的方法及技巧，讲员是田心莹姐妹哈，若有空，下次还有再开，邀请大家一起参与。今天是年度查账，请各同工准备。第3，
台湾教会公报社文字传道奉献主日交换讲台，国成牧师受派到新竹中会的龟山教会。来，第一届泸州韩国3·1短宣是从7月26号到7月31号，主题是一起爱泸州。短宣期间，希望短宣队前去探访的家庭可以到公布栏来做登记。第5，泸州3·1短宣事工分组各组在这里面，请各位自己看。6，安息主怀，我们蔡吉祥弟兄蔡嘉南的父亲在昨天蒙主恩召将于7月21号在三峡火葬场举行火化的礼拜。如果要去的弟兄姐妹，当天6点在教会集合出发。如果要去，请到1楼公布栏里面那里登记。7，关怀的探访，7月28号星期五晚上8点要到黄素月姐妹的家来做家庭探访。那地址是正和街，就那个夏长老住的那一栋。8月5号礼拜六晚上7点半举行敬拜赞美的培训会，讲员是廖义珍老师及其敬拜的团队。本会的敬拜赞美团队成员请务必出席。欢迎弟兄姐妹列席参加。第9项，教会开办社区妇女合唱团，在每周二的下午2点半到2点20到3点半，从7月18号开始上课，费用一期是12次500元。由林怡娟牧师义务指导，欢迎邀请社区爱唱歌的妇女参加，作为传福音的途径。有意者请向叶秀兰长老来报名。另外10月教会开办白话字台语课，在每周四的晚上8点到9点，时间是从8月10号开始上课，由叶仁和长老授课。有意的也请向叶秀兰长老来报名。11项，周三是每周三晚上8点是查经祷告，欢迎大家踊跃参加。12，教会近日为社教150周年相关活动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财力，邀请兄姐为社教150事工关心代祷奉献，回应上帝的爱。再来是团契消息，上周6日7月8号跟9号是暑期儿童营，谁是我的邻居？那活动过程一切顺利，圆满落幕。在下个礼拜7月23号是松年团契的例会，在台语礼拜堂结束后，在1楼举行。青少系团契在8月18到20号举行3喜年灵修生活营，基督徒的信仰与价值观，地点是在9份的教会灵修会馆，对象请大家自己看。费用呢，每个人是1000块，可选择3天或是2天的出发，费用相同。报名请向陈香茹跟卢红宇弟兄姐妹。肢体相通的部分，请大家自己看，为这些肢体有欠缺的身体不适的来做代祷。教会教界的消息，在7月29号有长职的训练，请长职在公布栏里面登记报名。第2项，请大家自己看。接下来牧师有补充，我给牧师补充报告。在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在每天的祷告中，为着迦南他们的家庭来祷告。他的爸爸是非常突然的这样的过世，我们求神
来安慰蔡其祥弟兄的遗嘱让他们的家人能够得到神的安慰。再来就是在交接消息，8月5号礼拜六上午，在我们教会有这个性别公益，因为牧师现在是性别公益的部员，那他们这一次有办了一个专题演讲在我们教会。那希望我们自己的本会的青年还是我们的长职会友能够踊跃的参加来这个地方一起接待不同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所以可以参加的请到1楼公布栏登记，因为那天中午有备便当，所以我们必须掌握一些人数。再来就是有关韩国3一教会来到我们教会短宣这个期间我们待会可以到楼下去看。都有张贴出很清楚的，包括你哪一餐可以来这个教会一起用餐，可以一起出来服侍，我们都你的名字都能够登记在那天，好让我们能够精准的掌握人数也比较好预备。所以请大家能够有空到公布栏那个地方去看。那在短宣期间也欢迎如果说假设我们有感动想要预备一点水果或是饮料来招待这些辛苦的短宣队，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意愿我们可以先来了解认识，也可以来给他们加油打气。那其实短宣不是看着他们短宣我们现在跨营短宣是我们一起是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同工。但愿这一趟这个短宣队，韩国短宣队来到我们教会，会对我们泸州教会产生非常温暖的感觉。我想教会带给这个教会之间有这样的爱的连结，这是很重要的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都能够尽地主之谊。这样好，谢谢以上报告。上会师，你是我生命的亮光，请起立。最后，请牧师为我们做祝祷。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随后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昂。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扬在高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昂。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摇在高岗上。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要照亮我们的前方道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